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病例，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目前确定会当摕到2000万吨的疫苗，也有500万吨伫咧听候签约。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讲有病虫害，但据中央批评讲，中国做法是无符合国际规定，也会提10亿来稳定往来计销。今仔日是正月10号上悬，北部地区的歹空气有机会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到台湾改善。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来讲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早起是去到立法院报告疫苗的准备状况。苏贞昌也表示讲，目前确定会当摕到外国疫苗，大约2000万吨，另外也有500万吨是听候等的签约。另外，也立委也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要爱带先去做 AZ 疫苗，才会当稳定民心。陈时中也表示讲，伊愿意去做。立法院今日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专案报告新冠疫苗准备进度。苏贞昌表示，目前有势摕到国外疫苗2000万剂，有个上紧第一季用摕到 COVAX 差不多是476万剂的疫苗，第二季摕到莫德纳疫苗505万剂。检验能量延为一天500件，提悬到13000件。目前政府采取多元的外购跟国内的研发双轨进行。最近传出欧洲部分国家对 AZ 疫苗有副作用、有疑虑、暂缓注。尽管指挥中心进行公开澄清数据显示 ，AZ 疫苗不良反应比其他疫苗较低。那也立委费鸿泰议员要求卫福部长陈时中承诺先做 AZ 疫苗。他们不愿意打，你愿不愿意带头打？如果问意愿愿意不愿意，那当然都愿意了。你实在是不果决呀！国民党阵营连日来也一直批评陈时中，因为意识形态无要用中国疫苗。陈时中解释，科学数据无够，并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数据，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连启动都有困难。有一个信息的地图我之前有问过 CDC 讲有准备要做这件代志。那另外也会做一个疫苗的地图，让一般的民众要施打的时候选择地区。对环团捍卫大谈做大，要拼公道连署，国民党甲民众党家的成员，社会经济也转做哪里共红？用天然气来代替燃煤，停止燃煤发电，减少碳排放量，也是非常不得已的抉择。苏贞昌表示，天然气第3接收站面积已经比马政府时期规划234公顷减少1/10，是不得已的选择。另外，边境管理3月开始慢慢放零，但市长透露，台北旅游泡泡开始。双方议员积极协商，台湾有机会成做第一个开放旅游泡泡的国家。一开始推动规模无可能伤过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迄边伫今仔宣布讲，因为中国海关直接查验到台湾的往来有病虫害，决定对3月1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讲，伊无法度接受中国做法，伊也要摕10亿来稳定往来计销。中国迄边宣布讲，3月1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即阵也牵连到台湾9成的出口量，可能是严重影响到台湾的农民。针对到中国迄边讲台湾往来有病虫害，陈吉仲也表示讲，这是错误消息，无法度接受。台湾的往来拢有遵照 WTO 的规范，中国这款的行为是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陈吉仲也讲，要摕10亿来稳定往来计销，以持伫10公斤21块以上，也希望着咱台湾的民众爱多多支持台湾的往来。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针对着开放美国3肉精猪肉进口，要摕100亿来进行饲猪产业的基金进行专案报告。不过，民众党有立委来质疑讲，4年规划130亿的基金是要倒位来的，认为爱交代清楚。新会期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嘛针对100亿饲猪基金进行专案报告，大约10分钟的报告当中，并无特别交代4年要投入将近130亿，这笔基金的来源是为倒位来？然后公布钱要安怎开，甚至搁一届讲到农会主委陈吉仲厝内离口蹄疫疫情受到重伤负债，搁重新背起来故事。当年看着自己孩子的眼神，无语问苍天的他。如今有机会在农委会为猪农、为全国人民、农民服务，他立定志愿，一定要让台湾的猪农站起来，
一定要让台湾的猪肉能够销出去，而这也正是行政院现在在做的事。不过，在野党立委关心的焦点，唔是伫鼓励人的故事，是钱到底为倒位来？认为即马相关单位嘛是交代袂清楚。4年将近130亿的钱，定讲第一年开28.3亿，有2亿是为农发基金来，8亿是为农财基金来，有18.3亿是为农损基金。但问题是，农损基金定存1900多万尔。不够的18亿多，到底要从哪里来云支？那还是说这又要用原本的公务预算来去做相关的运用？那到年底来才做超支并决算。立委邱全远指出，接下来3年，目前拢无看到预算的来源，是毋是用特别预算，或者是并入农委会其他的基金，拢无交代清楚。伊表示无法度接受政府常常用滚动式的调整等讲法来规避监督，要求执政团队要有财政的纪律。记者林王庆中台北报道。讲到今仔日就是旧历正月15上元，不过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中昼过后，北部地区的温度会开始降，也会开始喷雨点啊。北部的空气污染有机会大大改善，不过南部因为无受到什么款的空气影响，空气品质的部分算是无啥改变。锋面慢慢要到位，大台北地区空污红海状况咧登去。中央气象局预测，锋面甲东北季风慢慢增强。礼拜5下晡开始，北部、东北部都会有降温的感受。日暝到礼拜6中部以北，温度差不多是降5度，是这波系统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连续假期第一天也是湿湿凉凉感受。228连假这3天整体来说，大概就是第一天天气是会转凉，而且中部以北、东半部比较容易下雨。可是假期的后2天天气就逐渐恢复稳定，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只剩下东半部一点零星的降雨。北部地区第1、2、5下半天严重的红海，在风场转做东北季风了后，污染物慢慢被吹散。不过，气象专家提醒，日到礼拜5是一个空气好转的过程。北部空气品质也是出现感觉小等级，对敏感族群无健康。中华界台南地区因为风场影响，各转做红海等级。这个锋面的云系会进来，那北部有机会会下一点点小雨哦，可能是阵雨的形式，不算是太大。所以空污的情况呢，应该在中午前后呢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啊。不过南部来说的话，恐怕还是慢一点，因为它都还在背锋面。空污降低能见度西半部一片雾茫茫，都是连续假期。气象局已经发布教务特报，提醒西半部甲金门马祖注意局部有雾或者是低温的影响。马祖的教务过予能见度无到200公尺，请民众爱注意相关交通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元宵活动拢减少真济，亲像伫台南鹿里农圣母庙抢春牛，甲台南咸水的蜂仔炮拢缩小规模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爱甲防疫代志放大声，变做小规模举办，也算是有顾到民俗活动。中国兴起，也无等甲变春牛变完第12个大批民众就已经冲去舞场现场转人闹猜猜，这是英国台南正通路李门圣母庙对上元举办的变春牛抢春牛活动。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取消抢春牛甲烟火表演，干那举办变春牛仪式。今年没有办那个烟火嘛，没有抢春牛啊。对啊，想说那等一下春牛是不是会火化？那个灰会放进那个浴所里面。对啊。因为着这个疫情的关系，咱因为着咱所有咱的先进大家的安全啦，妈祖来指示啦，今年的春牛要来化掉啦，互伊回本位啦。咱的野春牛、变春牛游行啊，咱拢来暂停啊。还有这个国际烟火甲炸风炮拢来暂停。今日是旧历正月15上元，受疫情影响，对袂少庆祝活动拢取消也延期，照办的活动也缩小规模，也是配合防疫。台南上元上重要的民俗活动咸水蜂仔炮也缩小规模，下晡2点开始管制。今年蜂仔炮集中放无对外开放，取消了境，也不准卖炮声。那不管是盐水蜂炮缩小规模在庙前释放，或者是我们编春牛的活动，让许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庙前来举办那避免过度的群聚，这点我们都非常谢谢。
台南正统6年门圣母庙再起举办变春牛，结束随甲春牛化掉，再甲春牛的虎送互民众保平安。咸水芳仔炮下午6点开始，炮声集中伫母庙前的广场旁，禁止民众参加。对后疫情时代兼顾民俗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上元也阁有伫咧婚林保中的镇安宫5年千岁5年王，元宵拢会温装食饭大，大会拢是上万人去参加。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庙方宣布取消食饭大，不过温装的部分是照常举行。信众节在安道拜拜，个人论桥卡。每年元宵节这天，文林保中的镇安宫5年千岁拢会举办绕境和食饭大活动，但今年因疫情升温，头一届取消食饭大活动。这拄着疫情安尼啊，无法度啊！你因为无大家做伙食饭足危险的啊，伤侪人啦。迄一届拢几十万人咧做伙咧食的时，大家拢足做伙啊。讲取消，啊对大家拢，你若有一个对，啊就害啊，这嘛是合理啦。保中镇安宫庙方表示，食饭大活动是有5个14针，准备饭大提供绕境人员和信徒来食平安。每年拢吸引数万人来参加，但今年因疫情，食饭的场面较歹做防疫，所以来决定取消。咱的取消是因为吼，这个吼疫情吼拄啊吼，这个吼有一严重，所以吼阮来亲自查查了。啊，因为吼食饭大是吼，咱全省各地吼拢来吼，这人数吼几啊万人，所以吼阮吼来亲自查查了，咱才来取消。庙表示，虽然食饭大今年取消，但5年千岁绕境活动同款会照常来举行，但要求每个顶头人员拢要挂上翠安，落实做好防疫工作，勿祈求疫情赶紧来平息。记者黄为你报道。伫咧昨暗有一个查甫人，伊坐高铁的时阵，甲列车长讲，伊的纸箱内面有炸弹，却因为这班车无警员随车，列车长随通报警方。车帮开到左右了后，先甲这个查甫人压落车，甲纸箱拍开了后，却是一寡衫裤甲饮料，也甲这个查甫人依照扣核罪侦办。警方穿着重装备警戒，伫高铁左营站月台顶面，含欠反对纸，趁对方较放松，就真甲人压制。好，放下。月台气氛紧张，防暴小组出动 X 光，确认安全无状况了后，详细拆开纸箱。因为林姓嫌犯表示，伊查的纸箱内面藏有爆裂物，好加在拆开了后，只有衫裤和纸包的饮料。林姓嫌犯神情有异，就主动上前询问。那林姓嫌犯也主动告知他身上有爆裂物。那车子抵达左营站以后，本分局的同仁立即封锁现场，拉起封锁线。大约40多岁林姓嫌犯，25号暗时10点10分，伫高铁台南站坐着驶去左营站的列车，上车了后，因为表情怪怪，列车长行过关心，伊表示有炸爆裂物。因为这个时段无铁路警察随车，一路开到左营站，警方赶到，把人抓起来。在特定的时段，以我们的警力编排，能编排得出来为原则，我们会加强护车勤路。有时候从眼神，还有一些跟平常普通不一样的动作，有时候他可能会像有一些可能会翻垃圾桶。初步调查，林姓嫌犯有轻度的身心障碍，犯案的动机搁咧调查，专案会按照恐吓罪依上法办。铁路警察嘛加强护车的巡逻，针对部分的车班增加勤务。记者李小文、赵冠高雄报道。伫咧桃园的大园啊，有一间物流仓库，半暝啊时阵发生火灾，而且烧的范围阁烧真快，经过6点多钟才甲火拍花，详细导火原因也阁等咧调查。大火一直为铁片下骹爆出来，火势真凶。26饭店伫大园区中山南路一间2站楼的物流仓库传出火灾，对面厝边闻到臭味，出门走找来源。发现仓库内底有污染物出来，赶紧报案。我1点左右啊，阮来呢，阮早点讲大吵啊，我满这个看，我看这全部都烟啊。消防队出动100多名消防员，各种的车赶去现场拍火。因为火势已经伫厂区内底咧烧，大门无法度开。消防员用电机拆开工厂铁片，找找火场的导火点。火势伫透早3点37分得到控制，6点钟拍花，暂火处理当中无人员伤亡。里面放了一些书籍，另外还有日用品、酒类，还有一些塑胶产品。
哦，那整个火灾量相当大，哦，那目前我们出动了，哦，那上百位的消防人员。消防人员表示，导火所在伫1楼，现场无危险的物件。初步估算，小面积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导火原因甲损失还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前几日发生工程车撞死工人，造成2个人死亡，1人受伤意外。台铁的代理局长基文忠今仔日去慰问姓潘的死者家属，家属一看到代理局长就随跪落来，指控台铁太人，要求着爱查明真相。家属也批评讲，台铁甲互反应答通话机制关掉，根本就是错误的做法。为什么现在没有？为什么要取消互换应答？互换应答是最安全的，你知道吗？这些佐证资料不只是我们在看，检调单位也扣留下，他们也在看，所以对于安全保障要改善，没有人会去做造假、掩饰真相，没有用。何况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对不对？我们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死者的家属提出真侪项质疑，包含着公务人员人力不足、电力维修车的驾导司机、甲学习司机，更有违规等等的行为。代理局长基本中强调讲，员工不幸来过往，除了会协助家属以外，也检讨发生的原因，另外也会进行调查，互外界一个交代。接下来，咱来关心国际消息。要带美国奥运体操队伫2021伦敦奥运摕到金牌体操教练盖德特，25去互指控讲伊甲人吵打，也佫有人口贩卖等等的罪名。不过，煞伫咧出庭进前，去互法警讲，伊已经自杀身亡啊。警方伫密西根州克林顿郡一个公路的边啊，发现前奥运金牌体操教练盖德特的遗体。盖德特是密西根州检察长尼赛伫25召开记者会宣布起诉了后，去互发现自杀身亡。原本案算盖德特的自首，而且会去互传讯。尼赛证实这项消息，不过拒绝讲出盖德特死亡的情形。尼赛表示，这对所有相关的人士来讲，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的悲剧的结局。根据法院的文件，盖德特去互指控20项人口贩运罪，一个1级性侵害，一个2级性侵害犯罪集团，也有甲警方讲白贼。John Geddert used force, fraud, and coercion against the young athletes that came to him for gymnastics training for financial benefit to him. 63岁盖德特，捌做过2012年美国奥运体操队的教练。伊去互起诉的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伫咧检方调查国家体操队曾任队医纳瑟性侵的案件时阵，甲执法部门讲白贼。2018年，嘛捌有受害者出庭讲，盖德特超工无要以选手去互侵犯的事实，而且讲盖德特训练的手段是特别粗残。Repeatedly being forced to perform even when injured, extreme emotional abuse, and physical abuse, including sexual assault. 检方表示，对盖德特的起诉是因为伊家己犯的罪行，这个案件跟纳瑟并无虾米牵连。捌去互纳瑟性侵真侪年的体操选手所表示，这是2个人的共生关系，一个做黑面的，一个做白面的。不过2个人拢也未替因犯的罪付出代价，代志未当自然的结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的 FDA 表示，讲胶性的疫苗有效果，应该真紧就会通过。中东国家巴林也已经批准紧急使用啊。另外，古巴自家己研发的疫苗也进入到第3期的临床试验，有机会正做是拉丁美洲头一个家己生产疫苗国家。不过，波斯尼亚因为一直无收到疫苗，也当咧考虑讲要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告诉。中东国家巴林25已经批准招生疫苗紧急授权使用，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招生的疫苗是巴林目前提供给人民的第5期预防针，在此进前有辉瑞 BNT、阿斯特捷利康、中国国药集团，也有俄罗斯的斯普尼克。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前一天才分析招生疫苗临床实验安全有效，应该伫最近就会批准紧急使用。伫生物科技甲免疫学发展已经有30多档历史的古巴，会伫后礼拜开始本土研发的其中2种新冠病毒疫苗第3期临床试验，也讲会当伫2021年生产1.1档，因为前2期成果袂歹，古巴有可能是拉丁美洲第一个疫苗完全拢家己研发生产的国家。La apuesta cubana es tener una vacuna, es tener vacunas muy eficaces. Es la apuesta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en primer lugar. La segunda apuesta es que son vacunas muy seguras. La tercera apuesta es que son vacunas que no tienen la limitación del número de dosis que se pueden aplicar. Usted puede volver a inmunizar a los 6 meses otra vez.
巴尔干半岛国家波斯尼亚讲，那社会无照原本的计划提供疫苗，就要赶紧过。Organa poduzela sve da dođe do nabavke određenih vakcina putem COVAX-a, gdje je naručeno i plaćeno gotovo 100% iznosu 1.240.000。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当初设立就是为了要帮助中继收入国家摕到新冠疫苗。不过，亲像波斯尼亚这种欧洲小国，无伫咧名单内面，就要家己开钱，而且分配数量无多，认为互人边缘化。西巴尔干6个国家内面上大的塞尔维亚，就惊发生这种情形，已经甲中国一个俄罗斯直接。不是中大疫区的智利，伫咧做有风险的成效是南美洲第一，怎么继续针对老大人数也去找紧看。智利总人口1900万，已经有310万人住过，全国至少做过一档有风险的人口占15%，伫全世界排前几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欧盟的领袖召开会议，针对着武汉肺炎疫情、疫苗配送，也有着疫苗护照议题进行讨论。其中，政府官方的南欧国家是正赞成讲疫苗护照赶紧来推动。不过，有一寡成员国却是烦恼讲疫苗护照会造成歧视，因的态度依然是正保留。欧盟举行视讯会议，27个国家领袖最近讨论疫苗护照的可行性，主要是靠旅游花费收入的南欧国家，亲像是希腊、奥地利表态支持推行疫苗护照，来迎接暑假旺季。法国的态度较保留，因为担心这对无做的人产生歧视。德国总理梅克尔伫咧会后讲，各国领导人最后同意收回疫苗证书，规个系统若要建立，要开3个月。Our top priority now is speeding up the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vaccines and vaccination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新冠肺炎伫咧欧盟国家已经造成超过53万人死亡。欧盟虽然呼吁要加速做有风险，不过这马团讲 AZ 疫苗的产量比预期较少，药厂已经通知欧盟，第2季交货量会比合约所定的数量减一半。With AstraZeneca, where there's room for improvement, wh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ontract is concerned. So here we have a very close eye on what's going on. 因那病毒株的突变可能会减弱疫苗的效力，对此欧盟也甲辉瑞集团的总裁联络，就此整合药厂的应变措施。It will take us about 100 days from the time that we start. Where we identified the code that we want to use to the time where we could have a viable vaccine. 另外，伫经过疫苗稳定性测试了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同意放宽辉瑞疫苗的储存限制，互原本需要放伫咧摄氏零下60到80度的条件，未来会当放伫咧一般药房负20度的冷冻图化。放的时间会当到2礼拜，保存条件降低了，会当帮助疫苗的配送。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进前卫福部有打算要甲一寡健保的部分负担增加费用。健保署长李碧忠也讲，虽然有一寡项目会加扣钱，不过有一部分的人是免扣部分负担的，亲像是中低收入户重度的身心障碍者等等。不过，医界会说认为讲，部分负担袂当行一步算一步，要有整体解决方案，民众才会当了解讲，家己是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全民健保的支出继续增加。卫生福利部伫咧今年年初调起保费的费率，增加收入。最近更进一步伫咧研究要调整门诊的药品加检验检查部分负担，引导民众减少无必要的资源浪费。为了要保障弱势，健保署署长李碧忠也讲，会扩大免部分负担的对象。就是希望是说，对于一些弱势，我们在做适当的一个照顾，他那个都还要去精算，或还要等部长的一个考量以后，跟我们内部再做一个决定。健保署初步的规划是，免部分负担的对象包括中低收入户、重度身心障碍者，一个极重度身心障碍者，初步估算差不多47万人。上紧伫5月会有初步的结果。不过医界会质疑，健保署一面伫咧加收健保费，一面伫咧免收部分负担，看不到整体评估结果，互大家无法度接受。这样子一加一减，其实2种方案，健保署都有零散的去提出来，而没有就整体的部分负担的改革方案来一起通盘做了解。民众可能也很难知道说自己受到冲击的情况可能会有多严重。健保署讲已经甲社家属讨论研究。减免弱势族群所有的部分负担，不过需要修法，上紧要等5月立法院这个会期结束才有结果。
严格医改会认为，伫个过去健保会的改革，无论是做介绍或者是病人这边来做，成效拢无啥好，不如检讨分段药力系统一边照护的成效，进一步减少重复研究较实在。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头一届公布囤厝的情形，根据着房屋税籍资料，若准是买来家己住、地下室、顶下卡、公益出租人等等例外，买厝内囤的有48万人，比顶年是增加25000人。大大小小新建案广告都刊伫12路口的外壁顶悬，为主打学区、公园绿地，为送国际装潢要来起因买厝的人。房市回春，房屋市调机构统计显示，去年北台湾新厝有售厝平均销售率是58.36%，创新年的新高。央行大降利率以及货币宽松所创造一个市场资金泛滥的一个环境。新竹地区算是去年新建案市场买气最旺的地区，还有其次呢，则是台北市。房市交易真济，财政部也第一摆公布全国10个囤房情形，根据房屋税籍资料。摆除家己住3户地下室、顶下卡公益出租人才状况了后，全国10个不止一间厝的人，去年超过48万人，比去年成长差不多2.5万人。其中囤10户以上的厝主有1747人。他只要不是自住嘛，哈，他有可能是出租，所以未来呢，我们会再细部的再去厘清说，到底这些人他持有房屋的情形，还有坐落的地点等等的这些因素，来作为我们未来税制检讨修正的参考。问题的关键不在囤房人数有多少，问题在实施囤房税有没有效果。那我们看到，其实从学术理论上，我们学术研究告诉你，囤房税是有效的。千万不要中央地方互相踢皮球，那囤房税就变成落得一头空。学者表示，防止房市继承需求炒作，过去台北市囤房税实施了后，实证研究对防止投机炒作。房市计量拢有明显的变化，不过囤房税也是万灵丹，要配合其他政策，无反对配合调悬土地公告现代价地价，将防止将厝当作是炒作工具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因为中心省笔记案件当时会当通车，到当时也无多确定。负责包工程的台北捷运公司虽然10月有甲调查报告送到台中市政府去，审查委员伫2月也召开第5届审查会议。不过审查委员又爱台北捷运公司对日后的保证甲安全验证的部分，希望要有充足的说明。市长罗秀燕2日也去视察实际状况。为了了解台中捷运半永久连结期的走线改善状况，台中市长罗秀燕2日列车底盘看甲真详细，因为走线长期，台中捷运通车期程还阁无法度来确定。虽然8个调查报告已经伫18号送到台中市府来审查，不过通车的时间，罗秀燕还是无要讲出嘴。恢复通车唯一的密码就是安全，那只有我们这个由各界学者专家所组成的相关安全技术的委员，他们点头了，同意了哈，我们才会公布相关的方案。罗秀燕讲，虽然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过基定还是要延议。台中市府的审查委员会28号收到8个调查报告了后，25号召开第5次的审查会，确认构成的原因是连接期的走线安全热度不足，加上冇固定座，因为无建立工作定时，组装无好，使得牵引中地的走线为罗新闻的发生登记。他把应力集中的点呢有螺纹，变成没有螺纹。第二个变成没有螺纹以后，它那边应力集中点的轴径会更粗。委员会认为，8个所提出调查报告还阁算合理，目前除了改善罗斯文的位置，嘛分别完成正线300公里的运转测试，以及500公里的载动测试。不过对着改善了安全验证以及保证测试，要求8个还阁进一步来补充说明。这部分委员希望北捷局能够提供更完整的这个数据说明，那以让委员确保相关这些数据的属实跟安全。叶兆福表示，虽然距离通车是无远啊，不过委员会确认安全了后，提交台中市府，才会展开通车基定的讨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自从疫情爆发了后，旅游景点拢开始实行人电的管制。基隆市政府是甲公检院有合作，因利用 AI 功达人电监测，随时会当分析人电甲区域的感况。目前这项技术各地头也拢来参考，目的就是希望讲甲防疫这件代志做好执政。小小一粒乌色装置，外表看起来简单，却是基隆庙口夜市做人流管控的必备武器。AI 光达的方式去做侦测，光达的话，它本身常常是用在这个自驾车，那我们是利用这个，它每一秒可以产生数十万跟数百万的光点这样子的一个优点，去做一个人流的管制，它可以做到至少半径50公尺的侦测范围。以 AI 技术配合自驾车常常看到的光达监测，用扫描测出建筑甲人之间相对距离，还会将相关资讯转做较好读的数据资料，及时分析人流动态。只要一接近有实人数上限，都会显示红色，提醒后边的管理人员。甲现行常常看到的人面辨识摄影、红外线射灯相比，监测范围较大，成本也较小。规条街啊，装2粒都够用。管理阶层呢，或管理人员，只要能够收到这个软体它的一个跳出来的警示，他就可以及时去请这个交管人员或者警消人员去做一个管制。我们有历史的资讯，其实我们可以去预估接下来半个小时可能发生出来的那个人潮。大概是等疫情严重之后，他才会再装嘛。政府他要做，我们就配合他做而已啊。新冠肺炎疫情，好全台各大旅游景点陆续实施人流管控。基隆庙口夜市为去年8月开始试办 AI 光达人流监测，因为合约关系，已伫最近重新增设。目前也有其他县市的庙口甲老街才相款，咧参详相关的技术应用，希望应用更较方便、智慧方式继续做好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那准去染到武汉肺炎了后，可能会互细胞纤维化。你的细胞就是变做一空一空，那亲像菜皮布同款。目前是无药通医。不过，阳明交通大学一研究团队利用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利用再大间质干细胞，会当互纠结细胞重新再成长。那得到新冠肺炎好起了后，部分的患者可能会有肺纤维化，也就是人讲菜瓜布气的病尾，连走路甲讲话都会喘。目前药啊，敢若会当互病情恶化了较慢，无法度互受伤的肺阁恢复功能。不过，阳明交大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干细胞的疗法会当互萎缩的肺重新成长，有机会互患者延长退休。菜瓜布肺就是有结疤的组织，那它就要将结疤的组织消化掉，所以干细胞下去呢，它会教育我们的吞噬细胞。把那些结疤的组织吃掉，空间才会出来。研究团队表示，伫鸟鼠动物实验当中发现，讲甲人类在大间质干细胞，伊是去细胞纤维化的鸟鼠身体内底，干细胞唔来当存活，佫会当分泌成长激素，产生抗发炎的效果，改善细胞胞浸润。嘛加速细胞细胞再生，互细胞的功能恢复到93%，会当讲是接近无纤维化。那我们的动物实验呢，可以让它恶化到80%，就80%，也就是说我吸了一口气，只有80的氧气进到我的动脉里面。我的干细胞下去之后呢，可以让它回到93。研究团队讲，造成细胞纤维化的原因包括空气污染、食薰、老化、感染、甲遗传等等。全台湾至少有10万的患者，平均存活的时间是2年到5年。未来这项细胞的疗法，希望会当帮助更较侪患者。目前已经把技术甲专利寄转予国内生技公司，嘛会伫台湾做人体临床试验，上近年底就会送家去卫福部食药署进行审核。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委托中央社进行国际野音平台争夺计划，第3月底就特别到期啊。公司董事会昨开会有决定讲，伫咧依持公司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下，会去争取成立国际野音平台。政府伫咧去年开始推动嘅国际野音平台，本来是委托公司执行，但故因为政府乌手存入公司的职业声金，所以改由中央社接争夺计划。争夺计划伫咧3月底要到期。公司的董事会决定要启动争取国际野音平台的评估动作，如果就经营团队的企划案进行广泛的沟通加讨论。文化部仍然想推动这件事情，然后公司也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去讨论如何设计出一个真正的合理可行、可以执行的计划。事实上，公共电视来做是一个，我不管在内容上面哦，在整个策略上面，对台湾都是一件，我认为是一件是有利的事情啊。
董事会经过2点钟的讨论，以共识决通过，在咧维持公司的独立自主舰队下，争取承接国际影音平台。刚刚有一个决议哈，就是我们是决议要去争取这个国际影音平台。那同时呢，也是决议说，在正式签约之前，还要过一次董事会。希望我们董事会的立场就是我们要踩稳我们公示法所对我们公广集团的要求哈，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公司强调，会以现有的能量跟资源做规划，向文化部争取国际影音平台案。文化部是讲尊重公司董事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正月15上元，80岁国宝级画家赵国忠，拢会为生想的歌丁，也带囡仔做回来画。带着幼儿园的囡仔，简单讲画歌丁的美甲。80岁绘本画家赵国忠，连续5年伫咧元宵节进前带囡仔画歌丁。好，那你画什么？羊。你画羊哦？为什么画羊？因为我属羊。想要画今年的生肖牛，家己的生肖的或者是任何的图拢会使。囡仔摕起水彩笔，家己调色水，真欢喜。就很自然的会用基本型、点线面然后就是说自由发挥了，让他去用那个颜色啊、乱涂啊，都这个就是说好玩那从游戏里面他会得到一些心得。赵国忠画牛年歌丁，有春牛、有牡丹，阁有日式仙歌，代表福禄寿。线条简单，色彩轻巧，敢若亲像囡仔画，遐尼趣味。带小朋友，其实我是比较笨拙啦不过他们就是因为有幼教老师这样带动畅游，所以很自然的那个课里面让我觉得很轻松我也学到东西。赵国忠退休了后，继续绘本的创作。逐年甲囡仔斗阵画歌丁，互伊真享受，家己嘛学到真济，讲是会继续落去。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今年台南地成功做标的灯会不受到疫情影响，有照常举办。一寡红色歌顶顶头拢有写毛笔字，拢是写好吉的话，咱做回来看卖。一粒一粒的红色歌顶挂伫台南中义路的地成功祖庙，有一寡歌顶值得民众斟酌欣赏，因为顶面有书法家用毛笔字写的好吉条的话。暗时若点灯，看过去是规片红拍拍，阁不了有气氛。一般的灯会都是彩绘比较多，那我们的灯会是纯粹用红灯，然后请书法家来书写的一个灯会把我们平常的吉祥语啦，或是诗词啦，或是那个比较吉祥的话呢，就写在这个灯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侪灯会拢取消。加在由地成功祖庙连续办超过6档的府城成功灯会，今年无活动，照常举办。庙边仔的巷仔内，阁有彩绘的歌顶，吸引真侪人来行搭。那么我们今年的灯呢，就跟前年一样，还是大约在1600盏那么多呢晚上呢呈现一片红色的非常吉祥啦为着配合防疫，今年取消药味彩的活动，不过也是真值得来行一逝地成功祖庙，欣赏大师的毛笔字，阁有学生创意的歌丁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水里有一个全台湾上届旧历史要到100年的纸窑，今日特别开放予民众来参观，再用园区也阁一寡艺术品通好欣赏，咱做伙来看卖。南投水里纸窑từ1927年完工到今已经有94年的历史，是全台湾上老的纸窑。窑主表示，烧窑的火是真旺，软窑坑就亲像庙会过好，会当去写。今年特别开放民众软窑坑。来到这里水里蛇窑一定要来嫩窑坑所以古时人在讲嫩窑坑真好看然后呢如果说一直找不到对象我们已经有这个30-40对已经有好的姻缘因为拢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嫩窑坑会当过好安对窑坑亮出，佮当欣赏艺术家市英雄的大件作品，为伊阿片设计女性的身体特征，代表性别平等，祝福大家会当做大位。那位置的位呢，
是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有高高的位置可以坐，都能够出人头地，所以就做了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水里泉窑历史无霸当，保存丰富文化，适合大家来游赏，顺续了解台湾灰仔产业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吉安有一块农地，因为无伫咧种植水利铺一烟这个红色的草啊，经过农改场确认讲，这是一种氧气类的食物，号做是大壳票。这是花莲吉安乡庆丰村一块无伫咧种植的农田，看起规片红光光，敢若是铺地毯，不过详细看，拢是铺伫咧水边，敢若是水漂的食物。经过民众讲唔捌看过，连农民也唔知。我第一次看到长满的时候，觉得好像一片红地毯这样，很漂亮。有些是水沟，看到都是红红的，才发现说为什么那个哪里飘来？对，然后我们知道说是这里飘来这样子而已。花莲农改场讲，这种红光光的食物叫做碗干红，早期无化学肥料的时阵，伫田的水边边常常看到。过去农民会个摕来做滤肥，稳定水内氮的含量。不同时是绿色，可能叫做是水漂，其实是壳类。缺肥的时候，还有在冬季低温的时候，它就有机会会转红。那一般在夏季养分充分，然后阳光都充分的时候，它大概都是草绿色的，就跟一般的浮萍很类似。浮萍的叶子是椭圆形的，那满江红的叶片是有点像羽状的。农改场讲，农民会当利用满江红的稳定氮的特性。伫修建的农地引水来种，唔但当稳定水质，亦可当互土较肥，取代化学肥，恢复自然农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虎堡有一个社区安排老大人学英文，佮请外国老师来教教阿公阿嬷，这阿公阿嬷也学甲真欢喜。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阿公真欢喜，含人用英语小姐问，对象是2个外国人。这是云林虎尾役特别安排英文课，让阿公阿嬷有学新语言的机会。老师的教学方式也是真活泼，唔但用图来展示，佮提出真正的水果，让大家印象佮较深。今日会当重新来学这个英文绘画，尤其是这过去的名称啊，让这个老岁仔人会当了解讲，这个英文。过去的名称是安怎讲？实在，互阮得到真好的感觉。欢喜啊，头脑动脑，我即摆头脑足清醒的。啊，加学今日老师教吼，加学6句，足欢喜。连讲继续。学语言上重要的是爱敢讲。阿公阿嬷也真认真甲青云的语言一句一句读出来。英语是即摆的国际语言，一个囡仔为细汉就开始学。地方的协会办这个课程，是希望阿公阿嬷学到英语，回去会当和孙仔有特别的对话方式。家里的小孩子、孙子啊，他们其实都在学英文。那我觉得说，让阿公阿嬷他们也学点不一样的语言，跟回家可以跟他们做一些有趣的一些沟通乐趣这样子。其实你觉得一个外国人来教，是会更加的引起长辈们的那个注意力以及学习力。来上课的老师是外国人，通常是教囡仔。对因来讲，教老大人也是真特别的经验。老师表示，真欢喜有这个机会，让因来遮教阿公阿嬷，而且看到因上甲这么快乐，老师也真有成就感。I'm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today.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今天来可以为他们上课，然后上得非常的开心，我自己也教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学生也非常的享受这个课程。学一款新的语言好处是真多，对老大人来讲，会当永远识字，加强记忆。这阿公阿嬷也当咧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心理师私底下，伊阁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去年因有出一张唱片，是用1947年台湾社会背景、加228的故事写入去歌曲内面，希望用音乐记录这段历史。比情的歌声甲摇滚的节奏正斗搭，台湾民谣金属乐团行过三途，去年出一张专辑《金梦》，以战后国民政府来台进前的社会做背景，唱出当时人民拄到的生离死别。就是用的做侪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伊其实唔是啥物足文明的人，所以这种留落来的这个人的感情，迄时阵看
有一本册叫《无法送达的情书》，就是有遗书。啊，迄时阵看迄册，遐个心情就是家己，就是想讲试看卖家己写落来安尼。主唱周慕姿，另外一个身份是心理治疗师。这摆的专辑是延续顶一张的故事，其中一条歌《高顶微微》，希望大家透过音乐思考过去的历史，甲伤痛记好条，莫互悲剧大重演。高中的时阵，第一摆看到一本册叫做《家人渔港228》，基隆渔港228。啊，迄是我第一届，就是知影228伊较详细的即个历史。啊，迄时阵看就是一直哭。我足希望讲会使互做侪人，这是一个文化创伤。这张专辑10条歌听起来有淡薄仔悲伤，这嘛是经过3度的第3张唱片。因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歌谣来对应这段较早袂当讲出来的悲欢离合。记者陈雅文、徐凯、曾派文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阿拉伯甲法国的服装界应用网络直播甲拍影片方式来展现新一季的服装设计，咱做伙来看卖。慷慨通道，穿着时尚服装嘅男 model， 一位线一位行出来。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时装秀，受疫情影响，所有行秀拢改做网络直播。这边阿拉伯时装秀伫咧影音平台 YouTube 连续办3天嘅时装秀直播，有来自法国、英国、伊朗加黎巴嫩总共15位设计师嘅作品加入展示。同款用网络影片呈现时装秀嘅，也有巴黎时装周。受疫情影响，真侪设计者开始用影片呈现家己嘅作品。其中品牌设计师朱利安·佛尼加3位女 model 搭配家己的员工，用3天的时间，伫家己伫咧巴黎工作室拍一部9分钟半的微电影。Aussi réalisateur de son destin et de mettre en scène vraiment son univers, c'est une chance incroyable à notre époque. 法国服装品牌香奈儿一月底也推出一段另类的时装秀影片，以2021年春夏定做服装为主题，将香奈儿大赛加知名女明星伫烈影旁起一座花园，用黑白加彩色交替影片，也有无共天配音乐转换吸引观众的注意。无论是网络直播行秀，也是拍做微电影，伫咧国境服装品牌创建。也和未来时装周行秀的方式，加一种无同的展示方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伫咧巴基斯坦有一个城市，最近训练一支真特别的警察队，因负责伫街头巷尾掠一寡骑奥多巴的贼头，也要保护一寡女性袂防骚扰。这阵警察毋是赛车，也毋是骑奥多巴，颠倒是穿粗兵鞋，穿直排轮，无行楼梯，直接跳来。一面溜一面抓枪对准歹徒。这批穿乌衫的警察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区最近成立的直排轮警队，专门来对付伫咧路的歹徒。因为最近市区定定发生捡溜啊，或者是抢手机啊、甲钱包的案件，歹徒伫咧抢到了就骑奥多拜逃走，警方伫咧后壁立袂着。虽然决定要学一寡欧洲国家训练一支机动性较强嘅直排轮警队来打击犯罪。और इससे हमें बहुत फ़ायदा होगा जैसे जिन छोटी छोटी गलियों में हम लोग नहीं पहुंच सकते हैं स्केट्स के थ्रू हम लोग वहां पर जाके जुर्म की रोकथाम कर सकते हैं और वक्त से पहले वहां पर पहुंच सकते हैं。这支警队总共20位队员，男女一半一半。经过训练了，伫咧球场的附近，一个沿海地区已经看到因穿直排轮伫咧巡逻。तो इनको देख के हमें बहुत खुशी महसूस हुई। उसकी वजह ये है कि ये स्ट्रीट क्राइम जो है जो डकैत वगैरह अभी दिन में भी इधर होते हैं ऐसे सीवीओ का इलाका है बाइकों पे आते हैं लड़के किसी भी राह गुजरे से पर्स वगैरह या मोबाइल छीन के भाग जाते हैं तो आज सुबह से माशा ये लगा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 अपने आप को महफूज हम कर रहे हैं समझ रहे हैं 除了对付贼头，这支警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击性骚扰加小弟哥，维护妇女的安全。अक्सर शिकायत होती है पब्लिक प्लेसेस में
ख़वातीन को हरास करने की तो उसमें ये लोग काफ़ी रेलेवेंट होंगे।不过当地警方警讲，克拉市有真侪路也个人行道无啥平，前第八轮可能无啥适合。这么因是锁定贼头加性塑料电力发生的公共场所，同时为着要避免发生无说立即伤着人的情形，伫人较侪卖场是未配备有杀伤力的武器。这期第八轮警队会伫后个月正式出动，希望有效协助维护治安。公司是文山回民报道。下晡晡天气情况，咱来看各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8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外岛地区对14度到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下暗7点再相会。